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收看3月20 AM 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带大家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桃园国际机场因为维修跑道和班机塌掉的影响行程，今仔日检讨报告出来，包括董事长甲总经理拢互人记过。4月份就要起电钱啊，大众运输的成本也对得起，代替当日紧急调整票价的方案，高铁甲台北捷运拢会斟酌来评估。中华南药宫本港进香3月24起价，这回有8天7暝，庙方伫出发进前办祭天台的仪式，祈求活动会当平安圆满。咱要先来关心的是桃园国际机场3月初3，因为维修南边的跑道，结果让这班机塌掉了，影响到旅客行程。今仔日检讨报告出来，总有12个人受处分，包括董事长甲总经理拢互人记过，也那交通部甲民航局是无人受处分。桃园机场3月初，因为南边跑道咧形成维修的工课，敢若靠北边跑道起落。飞轮机小偷北离，2天内超过500个航班满分，引起民怨。影响到不只是国内的这个国民出国的这个情绪，还有国外的旅客来台湾也会觉得很匪夷所思、蛮丢脸。检讨报告20下晡对外公告，主要针对强化协调、专案管控、甲资讯量早公开等等的重点。对这种长时间关闭，我会建立起专案管控，那到时候就会去管控各单位应该要做的事情是不是有到位？交通部要求机场公司以安全第一的原则，要特别注意变动管理，也就是说改变日常运作的时候，要特别来注意各种作为。交通部表示，虽然是咧形成维修的工课，不过因为工程规模较大，跑道封起来时间较长，应该事先研究工程规划，来降低对旅客也有航班的影响。桃园机场公司嘛讲，为即个事件当中学到经验，而且航班满分的代志，嘛向受到影响的旅客甲社会各界诚心回息的。赔偿的标准会照各航空公司的客户来执行。赛季事件不应该发生，因为税收是例行的作业，应该有配合营运的规划，包括塔台作业，包括航空公司的协调、航班的一致等等。这个事件，桃园机场公司拢总有12个人受到处分。桃园机场公司董事长杨伟虎、总经理范浩伦拢记过1支，工程副总经理孙宏斌记过2支，营运副总经理李俊德记过1支，其他处长包括以下残疾8个人，分别记新界1支，到记过2支，处分不定。那交通部甲民航局是无人受处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的是，国民党立委呼吁总统蔡英文伫落任进前爱去太平岛来宣示主权。外交部长吴钊燮是表示讲，这太平岛本地就是咱的，也毋过目前南海的局势是无啥稳定，所以咱毋通来惹麻烦。也那国民党的马文君，伊是讲，这总统若准无要去，伊就会家己去。目前已经排5月16要去太平岛。太平岛码头春进工程伫最近完工。内野立委呼吁总统蔡英文应该伫咧5日空卸任进前，亲像前总统马英九甲陈水扁同款，伫太平岛宣示主权。因过因为蔡总统一直拢无回应，引起批评。外交部长吴钊燮20到立法院进行报告时阵就讲，即马南海情势正紧张，台湾就要思考，唔通互其他人感觉咱伫咧制造困难。太平岛是我们中华民国的主权。毫无疑问，也毋庸置疑。我们如何来提倡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南海的这个争端，而不是去让人家认为说我们又是在制造困难。吴钊燮强调，政府对南海的政策无改变，会用上好的方式展现对太平岛主权的伸张。即马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的调委马文君就规划，伫5月16礼拜去太平岛。搁在官兵的生活设施加建备进行，讲蔡总统若是不爱去，委员会会让家己去。当地的区域紧张，以前两位总统都有去过，这个应该没有什么紧张的问题。宣示主权，自己的国家、自己的领土应该没有这个问题。我都觉得说，与其到南海去引发纷争，不如大家一起到前线去帮我们海巡国军来打气，还比较好。民进党立委认为，无应该先引起无必要的误会，对于委员会领导考察的安排。外交部长吴钊燮讲，虽然有记录，也过尊重调委的安排。记者综合报道。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甲澳洲的外交部长黄英贤今仔日是举办第7轮的中澳对话。这黄英贤是表达对台海和平稳定的愿望，海基会董事长李大为也要跳出来指示，这台海的问题目前就是国际上上大的大代志。认为讲这刷落来，赖清德若上任，得延续现主时的务实路线。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出访澳洲甲纽西兰，加做我7年来访问澳洲层级上悬的中国官员，亲像有意援护中澳紧张关系。王毅甲澳洲外长黄英贤伫在举行第7轮中澳外交甲战略对话。王毅伫会中指出，希望澳方尊重中国主权。黄贤表示有讲到台海议题。I raised Australia's concerns about human rights, including in Xinjiang, Tibet, and Hong Kong. I expressed our serious concern about unsafe conduct at sea, our desire for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in our region. 纽西兰外交部长彼得斯18甲王毅会谈的时，也向中国表达对台海紧张情势关切。外交部对此表示肯定甲欢迎，佮承诺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刷落来，新政府上任不但经过外交部长的海基会董事长李大为认为，赖清德会延续蔡政府的务实中道路线，深心处理国安甲两岸外交。基本上，我想赖总统也应该还是一样的，秉持一个务实。走中道，非常审慎的一个路线呢。我想这个讲老实话，应该是蔡政府跟赖政府应该有的一个共识。最近经的海啸争端加重两岸紧张，李大为认为目前的做法首先考虑应该是人道考量，避免冲突，最后才是对话寻求共识。伊指出，台海问题已经不是只有台湾甲中国之间的问题，是国际间主要民主国家的代志。那外交方面，伊认为北京也无愿意看到台湾真正变做联邦岛。记者综合报道。最新的消息，这4月份就要来起电钱啊，大众运输的成本也对得起。台铁今嘛是当咧研究调整票价的方案，会照程序来审议。今那高铁是表示讲，这基本的费率甲票价会交予经理部门依规定来评估到底敢要起价。另外，台北捷运的电钱是占成本的13%。今仔日市长蒋万安是讲，这起价有影是互成本加较沉重。毋是尖峰时刻，加上由参草运站经过的台北捷运市政府站4分钟左右就有一班车。这旅客不少，明年4月电价会调整。台北市长蒋万安受访的时提起，这对北捷来讲负担真重。那票价敢是会调整，旅客已经有心理准备。因为就是其实也蛮久没涨了，就是5块到10块，应该是大家可以接受的范围。那如果是调再高10块到20块的话，就有点不符合规，就慢慢调。真的涨会有什么样的因应方式？可能会多用共享的那种 U-Bike 之类。台北捷运声明指出，北捷营运成本电价占13%，以112年为例，电价成本大约23.84亿。目前继续透过各项节能措施减少能源消费，也密切观察台电电价调整方案，审慎评估。对各界关注电价敢是带动大众运输票价起。台湾高铁声明，有关基本费率甲敢要起票价，会依相关规定综合考虑内部营运成本、外部社会经济环境经济，进行整体评估了后，适时报请董事会讨论决定。交通部长吴国才表示，目前高铁无提出方案，那代替拄着2年一摆的票价检讨，等咧研究票价调整方案。我们是有在演绎啦，那是不是要用今年的预估数字呢？这还要再做讨论，因为你预估数字毕竟它不是一个很明确的数字。台铁已规定每2年要检讨一摆票价，计算公式是以前一年载客甲收益为依据。对今次要落地有高的起电价成本，内部也在讨论。过去台铁票价受各方压力，已经冻期29年。交通部长王国才讲，公司化了后，要有正常的收入，今嘛就等台铁提案才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交通的新制，即嘛是有10项较小型的违规，若是未记点，嘛未开放予民众来检举。即嘛修正草案已经送到立法院，按算伫4月初就会来开公听会。也毋过有一寡团体甲学者是真反对，其中行人死亡的即个联名是表示讲，即个拜六因就会上街头来抗议，要求立法院甲修正草案提回去。伫3月17，全台湾7个县市快闪活动了后，行人零死亡推动联名，即礼拜要搁去街仔路镇静抗议。
林明表示，快闪活动当中受到真侪民间团体支持，大家拢无认同限速检举甲记点。不过事后并无收到政府部门的沟通甲回应，所以因按算会继续抗争到底。是如此仓促、如此敷衍的去通过对社会、对安全影响这么重大的法案，所以我们在3月23号还是会在立法院这边来办一场游行，来绕行立法院及周遭，希望可以让立法院退回这次的法案。现在这个驾驶煞是摕出一段影片，伊准备停车载人客的时阵，规条路拢无画围线。看到这个新障者拄管行过来要坐车，为着要互伊较方便上车，伊使去花条线临时停一下。在伫新的制度都袂去互检举。强调这个驾驶是受到车路环境甲服务的限制，并不是调工要违规。大家在讨论交通安全这件事情的时候，可不可以把实际上面你我每天会生活会碰到的实际搭车的状况，我们把它考量进去。路口的停让行人的执法，那个是我们要求警察还是严格执行，那个非常非常重要这件事情。希望这个向路权团体说明并不是我们对于保护行人的让步，那的确是一个大环境的课题。交通部回应讲，保护行人脱离行人地价是交通部上界重要的课题。目前正在推动4年400亿优化行人环境的计划，为4月份开始，立法院会有公听会，所来草案进入审查的程序，会面对面甲各团体来沟通。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春天这雨水是有较少，佮加上农业压产是需要用水，所以北部甲中部的水库即马水位是一直在降。石门甲里鱼潭的水库即马蓄水率拢无到40%。水利署今仔日是甲桃园、新竹、苗栗甲台中的水情改做是提醒的青灯，会管控农业用水，也鼓励产业达地来生水。德基水库的欠水区，规个看起环境的石头有部分已经看现。气象署评估，未来这一季雨量是正常到偏较少。为了应应大水期供水的挑战，经济部成立可化水利署灾害紧急应变小组，预计为19开始，桃园、新竹、苗栗甲台中水情的灯号调整做水情提醒的青灯，将桃园、新竹、苗栗以及台中的水情灯号转为绿灯。那这是要提醒大家要节约用水，而且我们也透过这样的一个措施来管控农业跟产业的用水。水利署表示，目前北部的石门水库、中部里鱼潭等水库水量降低，除了大水期雨量较少，农业早冬稻引产用水的需求嘛是原因之一。目前会甲农业部合作，管控各水库灌溉用水的出水量。另外嘛，请各县市政府鼓励产业自主省水5%至6%。第一个产业的部分是要自主来节水，产业自主的部分就是能够达到6%，然后民众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来自主来节用水。目前本市提供9处水资源回收中心水源及新建建筑工地地下水作为次级用水的使用，提醒各界及市民持续节约用水，以延长水库供水时程。自来水公司第4区管理处强调讲，供应中部用水的里鱼潭甲德基水库已经有联合运用措施。台中市经发局表示，全力配合对抗可化的措施，已经提供9大水资源回收中心的水源，甲新起建筑工地地下水再利用。现在台湾南部的水情，地方烦恼高频会阁发生抢水用的情形。有农民反映讲，深水井抽无水。现在南区水资源分署讲，目前供水正常。记者综合报道。一则意外的消息，这是今仔日中昼伫台北市有一架信义干线的公车，准备要入站的时阵，熊去弄到这个边仔的顶仔卡，佮撞入一间火锅店，拢总有2个过路人受伤。这个司机是无食酒，伊讲家己是因为身体无爽快。原来业者是出面来会室的，嘛讲会负担医药费，甚至也会来赔偿营业损失等等的费用。原来台北市公运处已经甲这个业者罚3万块，要求因爱提出检讨的报告。歹啊！一个查某人下手要坐公车，司机入开煞愈开愈偏去，对人直直冲去，众人赶紧走，大来冲来，外面一下就乌去了。我听到的时候就碰进来了，对。
然后就听到哀嚎声，就有人受伤。然后我往前要去牵摩托车的时候，公车就直接撞倒摩托车，然后摩托车就横扫到我身上，我就被撞倒。一个人扛奥多麦倒脚跌着伤，一个人互落来物件撞到，两个所在受伤。这条囡仔互车弄到送病院，伤者家属到现场，真生气，一直在骂。我早先走夜先啊！我一间厝好好咧，啊你甲我弄安尼哦，对无？啊后摆修理会出侪钱啊，啊佫唔知会用啊袂。转来案发所在，伫台北市中埔南路信义干线公车，20点到12点外，向冲开到徛过顶仔骹，徛过头前路甲密密麻麻，加在车顶乘客无受伤。零星驾驶，他酒测值是0，所以排除酒驾刑事。车上乘客5、6人，没有人受伤。是不小心的吗？还是发生什么事情？对着记者伫问拢无回答。40外岁姓林的司机，年资4年外，19休假，20去上班，5点外钟啊，哪会造成事故呢？伊讲是身体无爽快，向刷乌暗痕，刷头前都拢乌气看无咯。为什么那个身体会突然有这个状况？这个我还要进一步了解。那我们公司都有定期做健康检查，伤者的部分还有那个房屋复原的部分，这个我讲过，我们公司会负全责啦。对着雄发生的事故，公车业者一直系失礼，答应负担这个医疗费，赔偿营业损失这费用。台北市公文处是罚业者3万块，经过监管处评估，这个件无结果安全，另外又甲公车拖走。原来这个事故原因也等待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是三马年，有200多栋历史的中华南窑宫本港进香，是伫个3月24要来起驾。这回这个进香是由8天7暝，回程的时阵会撩客来进行洗净的仪式。这庙方也伫出发进前办祭天台的仪式，祈求进香活动会当平安圆满。甲新年南窑宫本港进香要伫3月24起驾，展开8天7暝的进香活动。庙方举办祭天台仪式，祈求进香平安圆满。今仔日就是来举办这个祭天台，因为咱伫这个礼拜日就是新历的这个仪式，这一天早是8点就要来起驾。那这个路程呢，就是讲照鼓励咱全程徒步大家拢用行的中华市公所表示，南窑宫本港进香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是台湾有记录以来头一个进香团。即阵已经成立10个马会，逐年轮流进香。今年是3马年，遵照惯例会撩客祈福。古早话有讲咧，大马爱食鸡，二马出来爱玩鸡，三马照顾咧就是一定撩客，就是经过咱落水溪咧，无行桥顶，就是行迄溪坡沿路过来，转来咱彰化，所以讲这三马6马的撩客是一个非常盛大的活动。今年的本港进香3月24起驾，除了圣三马、新三马、老6马以外，让将近100年，开基马嘛会同齐出发进香，来回路程大约300公里，会伫2到7天为启动辽过落水溪转来彰化3月31回銮。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今仔日3月20也是世界喙孔健康日，高雄寿山动物园也特别替这个动物来看喙齿，其中有一只狼熊，伊有5支喙齿需要治疗，经过2摆的手术，目前已经活跳跳，会当食物件。动物园这只狼熊下晡当咧食番麦，伊3年前来到寿山，年岁有较大，顶个月阁发现伊的喙齿有问题，爱进行挽喙齿甲齿管治疗，至少有5支喙齿爱处理，经过2摆手术，目前这只狼熊的喙齿恢复真好，连番麦这么甜的食物拢食甲真欢喜。后来也请那个兽医也来看哦，那我们就发现说它的牙齿已经磨损到说，可能就是已经，尤其特别是它的那个上下门牙的部分哈，已经有很严重的磨损，然后而且有些的感染，所以就特别就安排了一个那个牙根治疗的一个手术。配合3月20世界喙孔健康日，寿山动物园也替动物检查喙孔。保育员讲，若是动物喙齿痛，无法度亲像人用讲的，因可能会紧食物食，甚至食袂落。若是发现这种状况，保育员就会知影可能是喙齿出问题。其实最主要就是看它有没有会特别把食物挑开，或吃的速度有没有特别慢，这是我们观察它的第一个。如果说一个健康的动物，它吃东西是不会有，它会
正常把它吃完。他如果说食欲消退的话，代表他身体一定有出问题。寿山动物园过去也捌替台湾乌熊甲长手狗进行器官治疗，也替因挂气套啊。即马喙齿的状况真好，也通互因好好享受食物件欢喜。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国际消息，咱要先来关心的是巴黎奥运，今年7月份就要开始。即马国际奥会是来宣布，罗西亚甲白罗斯的中立运动员袂当参加开幕的入场游行。若准这运动员摕到奖牌，伊即个奖牌嘛无通算入去任何国家的排行内底。根据了解，目前有参赛资格的罗西亚中立运动员，敢若36个，即个数字是顶一届的1/10。2024巴黎奥运都要伫7月26登场。国际奥会进前已经允准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甲提供俄罗斯军事协助的白俄罗斯两国的中立运动员会当参加奥运竞赛。19个进一步表示，俄国甲白俄运动员袂当参加开幕仪式。AINs will not participate in the parade of delegations teams during the opening ceremony, since they are individual athletes. But an opportunity will be provided to them to experience the event. 即摆夏季奥运开幕式会伫巴黎塞纳河举行，各国代表队会坐船入场，有计吸引30万观众伫豪华殿欢迎。国际奥会强调，俄白两国运动员若要以中立身份参加，爱由国际奥会组成的3人小组进行2阶段严格审查，确认运动员毋捌支持俄国侵乌，也是甲俄国军事单位有所联系。目前估计有36名俄罗斯甲22名白俄罗斯运动员会当参加比赛，比顶届东京奥运俄罗斯运动员的人数只剩1/10。就算因会当顺利赢得比赛，受奖仪式也爱遵照特别规定。另外，敢是会当参加奥运闭幕仪式，也有待执委会讨论。The anthem has no lyrics and has been produced solely for the purpose of the AIN in Paris. The IOC-EB also agreed the medals won by the AIN would not be displayed on any NOC medal table. 另外一方面，乌克兰前线战术食力，19伫乌克兰首都基辅一间教堂，33名当地民众关怀予前线受伤的士兵，关怀量达95公升，估计会当挽救99条生命，尤其是东部战区的伤患。顶日俄罗斯宣布已经控制乌克兰东部小镇奥尔利夫卡，这是自俄军离会攻占乌东阿夫迪夫卡地区以来，高向西混大4公里。公司新闻neu眼编译。以下冲突到当时咧要半冬啊，加沙地区人道危机是愈来愈严重。即马即个食食甲医疗物资拢真欠缺，囡仔人也拢3比8，普遍有营养不良的问题。去当地做志工的医师是表示讲，即款情形有可能会互遐个囡仔食袂大汉，影响到将死人的健康。所以强调这停火就是即马上要紧的代志。查甫囡仔倒伫病床边顶，剩下规身躯只剩骨头，表情有时阵阁真痛苦。以下冲突互加沙民众出现粮食严重无够的危机。6月战讨因为胸坎有人正肠胃炎，要摄取上侪营养，用药不控制病情才当生存。严格暂时因为粮食甲医疗物资严重无够，互伊为30公斤剩甲剩12公斤。2个月前开始病情恶化，已经无法度行路。像伊这款营养不良、剩甲剩骨头的儿童，伫加沙世界拢是。ترونها تؤثر على الأطفال على كبار السن على المرأة الحامل على المرأة المرضعة طبعا الأطفال بالأعمار الأقل من 12 سنة يعانون من مشاكل جمة بسبب قلة الجفاف الشديد الذي يؤدي إلى سوء قلة المناعة. 加沙卫生部门统计，最近几礼拜死亡的27名儿童，真侪拢是因为严重营养不良甲脱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数据显示，加沙北部有将近1/3无到2岁儿童严重营养不良，人数是正月2倍。第4.5%的儿童因为营养无够严重散热，这嘛互儿童变甲真爱困，反应真慢。严重的时阵，毋但阻碍身体甲大脑发育，身体嘛会停止成长。到最后，甚至会关闭重要器官以外所有器官的功能，影响一世人的生活。联合国甲其他国际非政府组织制定的粮食安全阶段分类量表显示，加沙一半人口陷入灾难性的饥饿。若是无采取紧急行动，加沙的饥荒恐惊上万会伫5月底进行爆发。特连起加沙的各国医生志工嘛伫19召开记者会，说明加沙暂时人道救援无够的状况。And I spent 2 weeks at Al-Aqsa Hospital.
And I think it's fair to say I wasn't remotely prepared for what I saw. I saw the most appalling atrocities, and I saw things that I never would have expected to have seen in any healthcare setting. 郑医生表示，肉物儿童严重烧烫伤，所无止疼药啊，协助减轻伤患的痛苦。最后，这名儿童伫痛苦内底过身。还佫有急诊患者手术时阵，环境真垃圾，无法度消毒，无抗生素会当用。手术了后，佫无病床会当住院，空喙严重感染烂去，这状况让市民出现停战紧急性。 不过，以色列政府伫19公布一段影片，讲到这沙北部的司法病院断死50多名巴勒斯坦的枪手，拘留180名武装犯罪嫌疑犯，搁伫各种家具内底找到武器。总理纳坦雅胡伫同一天表示，就算美国反对，以色列有关会坚持攻击加沙的边境城市拉法，必彻底消灭哈马斯。国际新闻台上朋友。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讲2023年是有记录以来平均温度上悬的年度，比工业化进前是搁加要1度半。这个数字已经接近2015年巴黎气候会议设定的数字。联合国是强调讲，即马气候问题已经是红色警戒的程度，大家必须要严肃来面对。根据世界气象组织 WMO 的报告。 2023年全球地表平均的温度比工业化时代进前较悬摄氏1.45度。我2015年巴黎气候会议设定的1.5度上限，因为欧盟高白年气候变迁小组3月初嘛捌提出观测的资料，因为2024年2月已经是连续第9个月全球月平均温度加悬，所以主张2024年全球地表平均的温度就有可能搁再创下新高。I mean, the long-term trend driven by greenhouse gases is for increasing global temperatures, increasing ocean heat, loss of ice on land,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Antarctic sea ice. All of these things were record high or record low relatively. 针对这点，联合国表示，全球气温加悬严重冲击到生态，甚至影响经济民生，几啊届创下高温的纪录，致使地球面临危机存亡红色的境界。 Thousands killed, millions displaced, crops failing, and vast economic losses. The impac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devastating. WMO 的报告指出，在新冠疫情进前，面临食食极端欠缺的人口数是1亿4900万人，到2023年年底超过3亿3300万人，显示气候变迁引起粮食危机的严重性。更较毋免讲温度升悬，互地表冰层减少，致使海平面甲海水的温度加悬。地势较低的所在，面临更较济、更较严重的水灾。 其他的地区也佫有可旱，甲真正出现森林火灾的情形。不过，气象专家嘛认为讲，要改善气候变迁，要是有希望。WMO 指出，包括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甲水力发电，这个所谓再生能源的产能，2023年年底的数据比2022年较悬50%，是未来爱加强推动的方向。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 香港立法会三读通过《基本法》第23条，规定叛乱叛国上当是会关1世人的。这对民众甲媒体来讲，影响上大是煽动意图、非法讲到国家机密这个罪名。联合国表示正遗憾，也点出真侪条无符合国际人权的新规定。 89个人出席，89位赞成。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全数支持三读通过。相关条例伫今后将会加香港国安法制定正式交付处理国安罪行嘅法令。今日係香港嘅歷史時刻，係香港等待咗26年8個月零19日嘅歷史時刻。 這個法通過了，是唔是引起外國對香港提權旅遊警示？立法會未擔心，認為這是做應該做嘅代志。Whatever comes, will come. We don't mind. 聯合國人權事務官員對香港立法會加速審議通過表示遺憾，對這個法正罪條款無符合國際人權法表示嚴重關心。 The broadly defined and vague provisions in the bill could lead to the criminalisation of a wide range of conducts protected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including freedom of expression, freedom of peaceful assembly, and the right to receive and impart information.
基本法第23条规定，禁止任何叛国、煽动叛乱、颠覆中共政府等行为。目前刑期上重的是叛乱、叛国加煽动中国武装力量成员叛变，违法的会当处终身监禁。对一般人、旅客或者是媒体影响较大的是煽动意图、非法挟持国家机密等罪。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好在香港立法会通过《基本法》第23条，犯叛乱罪上重是关一世人。即马就连外国人甲外国企业嘛有可能会违法。伫台湾的香港人组织就表示讲，这《基本法》第23条通过了后，伫台湾的香港人即马已经唔敢去倒转去香港。香港基本法23条通过，未来叛国、煽动叛乱、颠覆政府行为，拢可能会互人判关一世人。本身是律师，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认为，这代表香港更加无自由，也因为立法用词无明确，外国企业、民众也有危险。那些模糊字眼，什么叫罔顾国家安全？什么叫做虚假讯息？比方说，你一些上市公司有些公告，银行它会做一些公告嘛。那你如果说有中国的风险，虚假消息，那就一定是10年有期徒刑。伫台湾生活的香港人团体香港编成成联讲，2003年香港政府又要批这个法条，伫迄当时阁有民主派主动，不过即马阁通过基本法23条以后，因讲踮伫咧台湾的香港人已经唔敢登去香港。香港政府目前其实已经成为就是中国的一个傀儡，然后就是他们就是要想就是怎么操控香港的官员，要立什么法都可以，就是很短期内可以变到，而且如果是有家庭或者是比较多考虑的话，那可能就是会离开香港，因为其实他也会觉得，其实那个香港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自由的香港了。伫台湾的香港人团体表示，因会踮伫咧海外声援香港的民主，希望国际制裁无合理的立法，因也拢希望看香港的咧台湾人爱愈珍惜民主自由。记者郭文霞、桂林台北报道。消息，咱要来关心的是，咱国军第一梯做一档的义务役，伫经过要2个月的训练了后，这礼拜是来进行检测。今仔日透过机关枪甲炸药等等的武器来模拟战场的环境，或者国军会当练习克服压力。只要完成检测，就会当摕到结婚证书。逐个月是加领10800块，若准无合格，就要加留1礼拜来进行补考。枪支飞来飞去，模仿战场环境，一览无风光，发挥平常时训练成果。大家分工合作，演练爆炸指挥，完成战伤的救护。头尾1年期义务役2226梯，全台有655名役男，1月25入伍，展开8礼拜入伍的训练。成功岭野区这礼拜进行5天的期末检测，验证役男生活都正济合格，步枪兵。20是检测第3天，也是上届主要项目震撼教育。役男2个人一组，互相抹3种色地的伪装膏，完成攻击前的准备，接着指令展开震撼教育。炸机枪、空包弹、引导 TNT 炸药，现场4个拢是烟雾，真有战争的感觉。役男挂防毒面具，克服高压甲紧张的情绪，完成战伤救护、攻击前进。爬过溪沟，爬过主动网啊，顺利完成测验的役男，讲甲电影内底般差真多。电影还是没有办法演绎出真正战场上的那种会让人带来那种震撼感，以及那种嘈杂的声音啊，那种压力，也有上相关那种怎么克服压力的这些课程，所以其实对我来说还可以接受。1年期义务役的身份基本测验，有走3000公尺、8摇健身、牵手榴弹、3工2夜行军顶，也有上重要的实弹射击。即摆这个项目无合格，测验总成绩就判定无及格，所以大幅增加实弹射击发数到760发，提升役男射击的稳定度。欢迎伫成绩顶面302率合格率达到95%。转服志愿役然后加入宪兵队。那为什么我加入宪兵？是因为我对于精湛格斗非常喜欢，然后此外也对军人这个职业非常的向往，能够保家卫国是我一份的荣幸。目前的测验的这个完测率跟完成度其实都蛮高的，那我们后续会针对不足的部分，我们会再持续实施检讨。国军推动兵役改革，参考各国加美军训练项目，外界也大大来检视头批义务役训练成效。陆军讲役男表现良好，继续分发部队负担战备的任务。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众议院甲印度拢要来禁止 TikTok， 因为咱台湾敢要对内来限制咧。所谓部长唐凤是表示讲，会当实际控制的境外势力，无论你敢是直接，拢算讲是危害资通安全的产品。这个 TikTok 就是其中的一种。目前伫个公部门已经互人禁用，因为民间敢要来禁用，目前行政院要阁需要来审议。TikTok 伫美国面临铁来处境，台湾是不是也安尼做呢？数位部长唐凤19日立法院中质询讲，数位部送到行政院的资通安全法草案，甲美国众议院版本对境外敌对势力间接控制想法是完全同款的。它可以实质控制，不一定直接控制哦，有时候间接控制。不管它注册在哪里，我们都把它叫做危害国家资通安全产品，简称危害产品。所以 TikTok 现在就是危害产品。唐凤讲 ，TikTok 这种就是危害产品。20日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唐凤搁再访问到 TikTok 无伫台湾落地，台湾敢有可能禁止嘞？那我们台湾没有办法禁吗？即使它没有在台湾落地，但是我们目前就已经按照儿少法，好比方说中小学的校园等等，这个部分都已经做了限制哦，这些危害产品。所以即使是还没有落地，有些措施我们可以先做。危害产品伫公部门甲公部门的场所已经禁用，民间是毋是禁用？行政院也需要审议。有学者讲，一般情况下，装 VPN 软体就法度连到国外上线，其实落地管制效果比直接禁用较好。有一些真的是红线来讲，我们当然是应该要把它阻绝掉。但是如果说是在大部分的情况底下，那我会觉得说让它落地，然后我们要求它管制，让它下架。唐凤讲，内政部建议的打击诈骗的专法，一定规模的境外广告网络平台，未来必须落地。未来网络广告平台的机关是数位部，明显危害产品会由数位部来通知提来。伫台湾落地 ，Line、FB 甲 Google 已经沟通。TikTok 新加坡高层也伫个年前来台湾，甲数位部晤谈，来了解发展的方向。记者综合报道。立陶宛学运到今已经10冬，迄当阵伫立法院头前有一个全民解放区，逐工拢会来举办公民的论坛。其中有一个成员杨子轩，后来伊是来开一间咖啡厅，互大家伫咧来啉咖啡的时阵，会当继续来做社会倡议。伊讲，若阵阁发生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无的确会甲即个全民解放区的布条，阁再甲挂起来。多元的音乐，大声讲到社会倡议。这间咖啡厅的气氛是真特别。有人讲，这个所在是一个社运、结骨，甚至是无政府主义的所在。不过，对杨子轩来讲，这是身在想象甲观点的空间。我的工作其实就是怎么把一个空间经营好嘛。那经营好当然会有两面向，一个是钱的部分，那另外一部分当然是好玩。就是会有人来找我聊天，然后聊一聊就好像也可以有一些活动的想法，在那个聊天的过程当中找到可以一起搞的想法，其实跟建民奖区的时期还蛮像的。杨子轩讲的全民解放区，是10年前日头火学运的期间，一阵无认同立法院内底精英式决策甲行动轰炸的少年人，因伫立法院的外口成立的公民论坛。因想要让这场社会运动有无同款的思考甲对话。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当下决定，在现在的这个位置，刚好在舞台的后方，声音不会被打扰，就是开始聚集起来。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放了电音，跟做了一个小的论坛。后面都准备好了吗？大的偶也好了吗？后面准备好了。为什么选择出来？就是我觉得跟选择要占领立法院、持续支持这个行动是同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可以真正的找到人民的声音嘛。这是建民解放区。这上面写什么？这就是团结人民永远不会后悔的那个的歌词。在发生这样大规模的运动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有可能会把建民解放区的布条再挂起来吧。10年来，济推动社会运动的人，个人选择无同人生。即马回头看，是非对错已经真有去论断。敢若看到一段未后悔的青春。记者综合报道。
台湾律师唐德宗是228的受难者，伊从世人拢是咧为台湾人来争取公平甲正义，最后是以叛乱罪互人惩决。今仔日文化部甲国家人权博物馆是来举办纪录片《找找唐德宗》的特映会，希望讲这转型正义甲人权教育都爱继续行落去。我认为伊一世人一直拢咧找家己的身世。 很想了解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1947年，伫咧发出一句台湾人万岁了后，做过警察、律师的唐德宗，就互军法以叛乱的罪名惩决。为着要互更较侪人了解唐德宗的过去，导演吴明正和连正辉做伙完成《找找唐德宗》这部纪录片。拜三，文化部和国家人权博物馆共同举办特映会，邀请侪人来看电影。228啦，也是讲纪录片，拢是较严肃、较悲伤的故事。不过，这个纪录片，我想足侪人看过，拢感觉讲，伊哪会有笑声，啊嘛有7、8岁，是一个足感动的纪录片。某种程度来说，它是我们的历史的备忘录。咱知影过去发生什么代志，可能会使用这个态度甲方式，会使面对咱以后要看要安怎做咱的选择。 这部纪录片唔但邀请唐德宗的养子唐崇武和后代来讲英国发生的代志，导演嘛去日本拜访唐德宗的亲情，做伙甲历史的碎片拢斗起来，互大家看到无共面向的唐德宗。也那国家人权委员会是表示，台湾伫咧转型正义，也有真侪代志爱做，未来继续用无共形式来深化人权教育。人权会嘛有一个任务是爱做人权教育，嘛希望讲转型正义甲人权教育下日来。 做伙吼，8、9年级审计以后吼，比如讲若安尼电影继续落去的时阵，我想就是台湾后续应该要做。目前找找唐德宗这部纪录片，伫全台湾各大电影院拢看得到。纪录片团队希望观众会当做伙来认捌唐德宗的生命故事，嘛希望伊所追求的公平正义和人权会当正早照往未来的光。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 联合国公布2024年世界幸福报告，这芬兰已经是第7档摕到冠军，也那新加坡是亚洲地区的第1名，台湾伫这份名单当中是排亚洲的第2名，全球第31名。报告也阁指出讲，这台湾人30岁以下对生活的感受是上幸福，但倒是60岁以上的时代感觉上无欢喜。 很幸福，没有很幸福。我幸福啊！讲到幸福，你会想到什么呢？不过依据无同的年龄族群对幸福感觉的程度也无同款。目前现阶段没什么压力，爸妈都其实蛮年轻的，然后也没有什么小孩子要养育之类的。想做的事情，只要努力应该都做得到。然后生活空间还有教育方面，我感觉都还不错。丰衣足食吧，这个自由。就觉得钱变得比较薄这样子，然后还有就是房价的问题也比较高。 联合国理所公布2024年世界幸福报告，芬兰连续第7年是上界幸福国家，再来是丹麦、冰岛、瑞典也以色列。若是以亚洲地区人均的国家来分析，新加坡全球排名第30名，却是亚洲国家内底上幸福的第1名。台湾全球排名第31名，是亚洲第2名，比日本、韩国、甲中国拢感觉较幸福。根据了解，这份幸福的报告是依据每一个人对幸福满意度的评估，人均国内生产模样、社会支持度、自由度，也有健康有机的寿命，最后也有慷慨甲对贪腐认知的程度来做评比。在生活评价项目中，台湾30岁以下少年人幸福感觉上悬，60岁以上的老人上不快乐。中高龄或高龄者，他因为有经济压力，他要续留职场，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他感受到的就业歧视、职场的就业歧视就会越来越严重，那种感觉就会比较强烈那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他会觉得另外一种职场被剥夺感，那当然就会影响他的幸福感。专家分析，就台湾社会气氛大部分尊重少年人的选择，加上有父母支持经济来源，拢让少年人有幸福感觉。那是50岁以上的族群，除了爱维持家己的生活，也会烦恼资助家庭。在高物价时代，经济负担难免感觉真重。敢若就 GDP 的指标来评比，恐惊幸福指数就差真多咯。记者综合报道。杜这国的囡仔开，互年母虐待死亡，即马离福联名的社工，互警方扣手铐的画面，是引起社工正大的不满。早起有上百个来自台湾各地的社工代表去卫福部抗议，呼吁政府爱重视因的心声。
全面检讨社安网。大社化口号以行动局凸显基层社工家庭访视的时阵拄到的各种困难，便若出代志，就要面对社会大众的责备。将基本各项当作犯人扣手铐，互社工是感觉真清心。来自全台湾社工工会代表差不多100多人，20早起聚集伫卫福部的门口，会有政府重视第一线社工的心声。社安网呢，也绝对不是只有社工在支撑，但是一旦发生事情的时候，社工很有可能就会变成替罪羔羊。大家看到社工被铐的那一瞬间，为什么我们那么害怕？我们觉得恐惧。我们觉得受伤，因为很可能下一个就会是我们。社工团体表示，社安网不是万灵丹，要防止儿童虐待的事件再发生。政府应该全面检讨社会问题，而且提出5大诉求，包括莫把社安网变作是社工安全网。卫福部应该重新召开检讨会议，社会要求社工提悬访视的频率，落实社工薪水的制度，重视社工工作量和量能，协助减轻因工课负担。工会提出蛮多诉求的，那这个部分有些可能我们私塾就可以来做讨论，有些可能还是在请教我们一些专家学者，特别是我们在社工系的一些相关的老师。卫福部强调讲，若要增加家庭访视的次数，4月底会阁找专家小组来讨论，其他的诉求嘛会赶紧研究甲回应，一定会强化社工劳动权益甲职业安全，这是卫福部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其实除了这个社工团体以外，今仔日也有一寡理福团体是出面来呼吁行政院一定要来设专职机构，而且这机构内底除了爱设监视器，这年保的处理也是讲未来中心也同款爱有监督的机制。社会和家庭署表示，一定会赶紧来讨论。37个带囡仔加幼稚的相关团体上榜做伙来检视最近几件虐待儿童的事件做不到的所在。有团体建议，目前全国家外送托的囡仔已经有到10万人，因过并无一个专职的机关伫咧处理，应该研议伫咧行政院之下增设儿童托育署。行政院底下并没有设任何一个非常专责的机构在处理这样的一个事情，以至于很多这一方面的事情都要委由民间机构或者那个社会团体来协助政府来处理。大声呼吁袂当搁再减少任何一个囡仔，尤其是0到2岁囡仔无有够的语言表达能力，互家长伫咧送托时阵无法度完全安心，因为托育中心伫咧109年开始拢设有监视器。无视觉强化监督的能力，就参加会议的代表认为，不论是托婴中心、居家儿母的照顾空间，或者是做起来中心的育婴室，拢应该爱建立监督的机制，能够真正安心，一定要有所谓规范一个真正的照顾空间，而且是要有所谓的监督机制，就是他的工作场域，就是他的居家环境，所以很密切的重叠的一个因素下，那他要不要装监视器这件事都可以再讨论。社工署回应讲，目前现行有儿少福利促进委员会，所以是不是搁另外要设立专职的机关，会搁再讨论。目前全国大概有500位访视员，若是地方认为有需要，会搁再增加。但是相关团体认为人力的量能依然无够，针对儿母评鉴要有具体指标，而且要有淘汰退场的机制，希望相关部会要搁再检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的是台南市市定古迹林百惠5楼厝顶年前的所在，有一寡土角落落来去撼到路边一台车辆，加在是无人受伤。即马市政府初步了解，怀疑可能就是因为这天气温差变化上过大，毋才会造成这场意外。大型的吊车透早就到位，工人嘛去到林百惠5楼外口时详细检查，除了针对豪宅下骹放弃的所在进一步征收，另外一边豪宅嘛做伙检查。现场看到落去阿摩土角，大部分拢是属于90多年前旧的建材。初步判定，因为建筑物表面会因为温度的变化较碰或者是耐热，加上长久以来风安的口，互豪宅外口是迄站放弃，加在无人受伤。研判它疑似是因为最近几天的那个温差很大哦，那冷热交替的结果，热胀冷缩的一个所造成的一个影响。林百惠伫日本时代1932年起的，毋但是苏东市台南市上悬的大楼，
内底还有真罕见商务用的电梯。14年营业的时间是行高级消费的路线，后来经过战争，甲几啊届转换用途。2013年1月份完成修复到今已经超过11年。这个事件发生了后，所内文化局会邀请民主审议委员、甲相关的专家学者讨论后续200回大楼检修甲维护，启动古迹修复的程序。这个案子呢，我们也审查了10多年了，可以讲说，在整个安全实际上是无虑的，可是那个剥落难免了。我觉得因为年久嘛，那时候，而且那一面墙刚好是以前那个炸弹有扎到的旁边的，所以也有可能会有点剥落。我昨天经过的时候还没有整修，然后所以才想说今天来看。那他如果一发现有一些危险，他来整理不是蛮好的。因那200回已经外包予外地百货业者，营运未受到影响。另外，针对现场因为红毛土角落去受损的车辆，文化局嘛已经甲车主联络，会积极处理后续相关损害赔偿的事项。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教育局邀请200多位偏乡的学生去看导演魏德胜上新的作品《Big》。这出电影就是咧讲儿童癌症病亡的故事，希望讲让这学生会当体会到生命的重要性。听到要来看电影，每一个学生拢笑嗨嗨。主办单位搁真大心帮忙准备爆米香、饮料给大家。其中有的学生搁是第一摆看电影。欢喜的心情直接写在面顶。我第一次来这里看电影，然后也没去过其他电影院，然后就感觉很兴奋，能来看电影。每次都要去比较远的地方看，不然就直接在家里上网看。新竹县教育局邀请县内偏乡地区264位学生来电影院看魏德胜导演上新的作品《Big》。故事是咧讲来自6个无共社会背景的家庭，在儿童癌症病亡的故事。教育局指出，除了让偏乡地区的囡仔会当体验看电影以外，也对故事中了解生命的重要性。透过电影，除了诉说电影中间非常有爱的感受力的一部电影，那在魏德胜导演的这一个指导之下呢，其实看见整部电影当中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到社会更真实的一些经历。相信他们看完电影之后，对生命会有不一样的看法。那也希望他们可以借由这个电影看完之后，可以更有同理心，然后去看待不一样的孩子们。这摆邀请新竹县新埔、关西、德东等等地区7间学校，拢总264名学生，学校老师也趁机会教大家看电影的礼数，来增加囡仔的生活经验。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今仔日继续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所以早暗的温度会较低，提醒民众都要注意穿好些。要那明仔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报你知，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13度到23度，中部地区是15度到26度，南部地区16度到28度，东部地区是12度到21度。外岛地区11度到23度，也有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台记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